好，分享真到现场，今日嚟波本太家啲嘅就係考高講呢昆蟲站麼？剛有講到吼，其實啲昆蟲站啲度係有動到嘅好高嘅素材，加像係小嘅一類聽聽一類 DIY 做得高嘅遊戲。唔過其實啲呀現場後面做得看到有自家做嘅東西係冇？係錯，嗰啲 DIY 嘛吼，還袂就倆。哇，有蟲哇，那個是係冇？係麻的，還好大家也係上嚟咧倆搞吼，大切家細切家係 Q 乜吼，細長內當然係細長冇冇用梅頭哈，細長係加 Q 乜吼，大個咧是做得做倆哇有蟲。古所以呀，剛下看到呀，就係真正係乜嚟做嘅就做嘅。錯，我們就是環保廢物利用，廢物利用做出來嘅呀，昆蟲有冇用電影下嘅感覺？還有呀，現場沒有看到嘅呀，係真正嘅薯條係冇？係，用那薯條吼，你做 DIY 吼，咪係你科學教育館嘅實驗組吼拍嘅法圖，大家咪做得嚟看，你看用那樹做，要把去做一隻。啥物吼，還係做了，你看你係乜嘅獨角仙，獨角真奇，有當當小朋友就會學呀。係錯，唔過啲呀喺高場地度，其實咩會教大家講，呀係乜嘅東西，看起來係乜嘅東西，就做得嚟做出來就錯嘅。古嘅係上到用嘅啊，就做嚟做，呀做緊就係用薯條做嘅哦。好，唔過我吃到好清神奇嘅係啲現場吼，都得看到，剛剛教授也有講到了，其實我們做的衣服也是來自於蠶絲啊，絲怎麼用？係冇？啲現場就有做得看到，也係真勁，啲現場要做本大家看咯。係錯，所以大家吼，然後從應用收骨係高哈，你了解蠶寶寶的產檢哈，它是井蓋少水，然後就是用手去捲，所以你下看得到哈，好像有白白的絲線，哈，那個就是我們的蠶絲哈。所以呀，係有工作人員，然後剝絲，剝絲有剝出來就錯嘅。係，叫做用嘅係用嘅產檢。去泡個少水，井個少水，還找那個絲賴出來，還去煎。那怎麼玩？怎麼體驗？大家17、18進來攞。你的現場嘅時間，就做在底度吼，絲入口吼，也用嘅來絲入口嘅部分就錯嘅。唔講吼，剛才有講到啊，其實有講到嘅生物啊、昆蟲啊吼，我用嘅留下來本大家做在認識到，因為剛才教授也有講到。可能吼有懂得昆蟲會滅絕會冇體啊，吼用㗎啥？其實就吼學術上就會老幾用誒來做一類標本。就做得做出來吼，能拜啊，有懂得嘅後代子孫啊，有冇係子子孫孫就做得看到，可能能拜吼，會唔知乜嘅係蟹形蟲，乜嘅係退分金龜，係長多用嘅，嗰時候就會有其他條嘅昆蟲嘅標本，像今年吼呀科教館沒有帶來，吼其他條也條啲科教館也擺做得看到嘅昆蟲嘅標本系列係冇？係錯，其實我們這一次的解開昆蟲密碼哈，哇呀，終於看到。嘿，你這是嘿大王花金龜，你哈，其實你這個是我們這次的主打星，我們的主角，你還用該種動態氣球做一隻嘅模型哈，用到你切了，還好在大家做得了兩道看，大家是地講，其實叫動態哈，要做一隻動態氣球標本表演，它當然沒有真正的標本。哈，是像你這是大王花金龜，終日看到係真勁嘅嘛，嘿，錯。唔講我啲橋邊沒有看到動到幾排係動牆嘅毛腔用發色嘅吼，然後你實際上我們在解開昆蟲密碼裡面哈，地北都市又跟中興大學合作哈，地北都市表了差不多有2000種嘅標本，哦，嗰個又係細一部分聽聽啦，錯，好，他就動到。魔法圖講，雪碧阿姨魔法圖講，全部帶過來本大家看，係大家自家去，係，他嚟搶大家自家來看。唔講吼，除大家有看到嘅吼標本嘅部分吼，係真經實實在在是拿真的昆蟲，然後來製作成標本以外，其實。教授今天也有帶來一幅畫，是不是？是。那一幅畫也是昆蟲哦，就用葉被做出來，就蝴蝶做出來的畫，是不是？是。那個蝴蝶它其實色彩很哇，大家可以找找看這個畫裡面蝴蝶在哪裡，是不是？是。這個畫基本上它就是以蝴蝶作為色彩、做原料的來源啦。所以像現在看到的這個畫面是用蝴蝶的翅膀，是。所以在民國60年代呢，我們那個時候其實也沒有台積電，沒有 HTC 啊。所以那個時候怎麼樣創匯呢？怎麼創造外匯？就是靠這些天然的，包括砂糖啦。那現在蝴蝶
其实在当时呢，所以为我们创造教授很多。，你是说这幅画是已经民国60从年？ 60年那个时候就大量在生产，那是生产外销的。是生产成画吗？对，生产成画哇，。是有专门的人在画，就是用昆虫来采不止集昆虫入菜，还有入画。对，入画，对。周就抽给，所以那算是是教授你的收藏品，对对不对我的收藏可是现在亚哈扣的某吼，现在可能是现在蝴蝶越来越少了。你要做一幅画，哇，那可能要抓到很多。蝴蝶也不可能啊，而且在生态保育上呢，现在蝴蝶已经越来越少了，所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大量采集呢，也不允许的。所以其实，在刚才有讲到，有很多的生物种啊，可能自然的演变，没有话就是其实人类的破坏也有在其中，其实会慢慢的减少。所以其实像教授，你多年以来，其实从学生时代有没有从学生昆虫系开始一直研究，研究到后面呢，其实教授你还出了 DVD， 就你还出了拍了关于昆虫的影像，对不对？是，对。其实刚才我们提到生物多样性公约啊，是，其实它就是希望世界各国，不管是政府或民间啊，大家一起来推动，都可以推广，像客家记录下来台跟科教馆啊这样子的活动就是推广。那民间能够做什么？像我们，那我就说哇，我来拍电影好了。所以我拍了一系列啊，这里面呢一套呢总共其实有9部哦。所以这个每一部呢，其实都有一个主题在。所以台湾昆虫经验100就是对，这个是我拍了有9部影片，那现在把它做成 DVD。其实9部都还不够介绍昆虫，对不对？还介绍不完。介绍不完了，其实但是是尽一己之力了。现在这个影片呢，已经可以在市面上买到，就而且它不止啊，其实教授高叔啊给周亚的样片哈，唔但枪啊哈，做在本记录下来啦，有动多的昆虫啊哈，还有给青苔神秋感哈，可能还替天丝阶底度哈，还跟我们抢饭碗，还给得到的。影种种，所以这也是一个莫大的一个成就感呢。也是，对我也没有想到，只是拍昆虫，竟然可以得到金钟奖，跨界。是。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教授的用心，其实是大家是看得到的。就是在昆虫，因为其实泰嘎刚还有看到哈，有嘞客从哪里来哈，直接放映式底度，他给他看到有嘞 CC 短的样片，其实小小的一个影片。其实你要想到说他用什么东西去拍，要拍得这么精细，而且又不打扰昆虫，不打扰的昆虫情况下，其实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幕后花絮啊，有看到在拍昆虫的人，其实他们是趴在那边，或者是等，就是等，就是在那边跟他耗。像3只小虫那个拍，真的，其实在懂辛苦的呢。或者说你们碰暗斗呢，经验100有没有？底度又有暗斗，内列底度，其实这大概花费了教授多长的时间？大概从策划到拍完了，大概3年多。3年多，对，哇，拍完这一系列就可以休息，休息一阵子，有没有？对，里面亚部分哈，昆虫哈呀，这不像有很多，其实大家在探讨的是可以有大的东西可以探讨到，其实生物那种小小的，有时候可能还用放大镜去看啊，或者什么，其实是很费体力的，对不对？其实我觉得看不到的东西反而更美丽尤其很多细小的东西，它在草丛里面你从来没有看到，可是你仔细去观察呢，你其实发现那种小宇宙那种美丽啊，比我们看到的那种花花世界还要好。所以啊，其实啊，假使吼，泰家吼有看呀天丝的啊吼，含迄讲我去口高馆吼室内啊吼来做的参观到有正经的昆虫啊，做的名的到，又做的蛇，又做的狗以外咧，其实含迄希望吼推广泰家吼做的行出去，走出去来向水下太刺眼，可是我做的行去奈咧，其实大家也不用想到大自然很难亲近，就算喺台北市，喊喺那扎斯体底度就有公园。其实现在大家都在推广，其实有很多的森林公园。其实，在很多的市区，不用想说大家要到乡下总哈，有讲到要非常遥远的地方才可以享受大自然。可是你行出去啊，地公园底度啊，只要不要一直在关在一个室内底度，其实也是一个。另外一种自己可以享受或接触大自然的方式。其实现在有看到很多的树木，连行道树，其实现在政府也有在重视环境啊，绿能呀部分没哈。古时候嘞，泰家后面做在希科呀教授，你们有一类理念哈，你也有一个理想，所以你也在建了，你在2012年的时候也建了自己的一个天地，对不对？是，我退休以后嘛，那其实我想说要回归山林啦，所以我就是找到一块地，
呀，早快因为地了，我想说总是要做一点事情啊。农人子弟就会觉得要种田啊，对，种田。哎，事实上我现在在那里做很多有机蔬菜的耕种。哎，那我也开了一个小小的民宿。哎，在民宿里面呢，也用有机蔬菜来给客人吃。方面后看到的就会告诉民宿，嘿吗？哎，是。哎，对，这个从民宿上看上去可以看到太平洋了，看到整个南洋平原。哇，所以也希望可以塑造一个生态环境，可以让大家去导览。所以会是教授帮忙导览吗？啊，对，如果有预约的话，对，当然了。我现在full time所有的时间都在这个地方。所以现在画面上看到前面那是游泳池吗？是真的可以游的，真的可以游，真的可以游。哇，很漂亮哎，在里面，所以其实也是可以在里面也可以吃到。就是教授种的有机菜，是，我们用当地的食材，然后请那个厨师来做好的料理。是。古说大家吼，每周的行出去吼，去参加吼，有动作唔但枪黑，就是不只是教授的这一种就是导览然后生态导览，其实有很多自己稍微注意一下自己身边，其实有很多的生态环境啊，荒野保护协会常常办了很多的导览的活动，其实都可以去接触。像这一次的科教馆口高馆哈，迪度是真的算是集锦啊。精华篇呐，吼，所有的东西，因为有对去年开始就都呀，今年的8月份咯，吼，按虫的时间，大家就做对了认识一下昆虫。其实昆虫无按邓宁讲啦，吼，因为邓宁讲的部分咩係因为啲生发地度啊，大家可能无按强烈的方吼，就会度到有懂到比较危害的一些这种环境比较脏乱的时候，会看到小虫，对。其实只要注意自己的环境的话，其实还是可以看到很美丽的昆虫哈。故说清明的时节咧，还可以抢呀，雪碧姐姐老太家宣传一下呀，把嘢发通喺啲哪里还有哪事呢？好，5月17、5月18，歡迎各位大朋友、小朋友來國立推班科學教育館來參加好蟲上菜、好食市集的活動。2日哦，當然1月就來看展覽，解開昆蟲密碼的展覽，到8月30日。嘿，真勁哦！吼，也拜吼，因為同歡喜做的有請到的雪碧姐姐，還有石教授來到現場啦，大家分享很多吼有關呀昆蟲的知識啦，還有好教好料的東西哦，吼。嗰時候咧，大家係對昆蟲有興趣的人吼，就做得到今年的8月份就做得喊做得去到科教館來教哦。不過今年主要來大家講的吼，17、18號吼，你啊2年後真係有動到好教好料的發通哦。歡迎大家做得去到呀科教館咯，今年同歡喜。做得有請到2位什麼？好，大家一下就做得去看一下，好，等下就做得停欣賞，向下來做運動了。